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请咱备办心，三甲来敬拜上帝。恁着乌罗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乌罗耶和华。我一生要乌罗耶和华，我要活的时要唱歌乌罗我的上帝。今咱来三角吟诗，圣诗第157首。我心慕救主耶稣，因为罪恶满满，心肝黑暗有犯罪，灵魂若死一般一般。爱得清气的水泉。互我罪过洗清，是对基督的保护，得到赎罪真实。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157首。
咱三甲用师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事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转入个上帝的大殿。伊要对我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我信是公道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第13，启应文第13是伫个圣诗的后面。1019页，现着咱三甲来启应。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永远的上帝。我明年用目屎准饭汤。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我追念遮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着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深渊甲深渊相呼应。你是上主许诺伊的阻碍。我要对上帝，我的接盘讲，你哪会袂记得我？袂记得我？我会对着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着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感谢你伫2023年的看顾甲爱护，互阮安然的度过。今仔日是2024年的头一摆的礼拜，伫这头一摆的礼拜日，即个礼拜就发生大代志。日本有大地震，阁有飞人机烧弄，非常的无平静。阮来求主怜悯看顾受灾受灾者，互因得到安慰甲扶持。阮也为着1月13，阮要选出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求主赐下智慧，互阮会当选出合你心意的人。阮也为着2024年逐项的事工，求主带领，特别是1月14日中级的就任会当顺利进行。上帝啊，新的一年，阮也求你的灵来换生阮，面对将来未知的世界。阮知影这新的一年，万事只有我靠你，掠着你，赐阮勇气面对世间的混乱。阮也感谢你的恩典，满逐项福气拢赐交臂。阮教会的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为着甲教会来做工。阮也为着今仔日因为身体欠安袂当来做礼拜的兄弟，求主看顾。阮
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唱歌队要献诗，因今日要献的诗是和平的主上帝。咱三个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35节到51节。和合本是102页，汉语本是105页，现在中文版是146页。国假日，约翰甲伊2个学生伫徛，看见耶稣伫行，就讲：“你看上帝的羊羔。”迄2个学生听伊所讲，就缀耶稣。耶稣活转身看因伫缀伊，就甲因讲：“恁伫找啥物？”因甲伊讲：“辣比，我踮伫倒，你踮伫倒落？”辣比翻译就是先生。耶稣甲因讲：“恁来就会看见。”因就去看伊所住的所在。迄日甲伊相隔大，迄时约略4点钟，听约翰的话来缀耶稣的2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伊逐身拄着因兄弟西门，甲伊讲：“阮已经拄着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就带伊就近耶稣。耶稣看伊讲：“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作基法。”翻译就是彼得。国假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伊讲：“缀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甲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伫律法甲遮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敢会出啥物好物吗？”腓力讲：“你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近伊，就记伊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鬼怪的。
拿带也甲伊讲，对早落目我，耶稣讲，非你还袂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拿当也应伊讲，辣比，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应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树骹，你就信吗？你要看见代志比遮个较大个，搁甲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降落伫人子的顶面。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要透过牧师所传予咱的讯息是信仰的经验，请牧师。好嘞，兄弟大家平安。好，今仔外口天气小可冷冷，咱礼拜堂检采比其他的主日有小可较冷清，因为咱顶礼拜是跨年，我想真侪人拢有去参加跨年，地高讲最近即礼拜以来全台湾拢共款。拢是流行迄个流行性的感冒，即边的镜头就是烧声，声无去，即个上呼吸道感染啦，所以咱大家拢爱真细致，咱中间我知影，那我家己知影，我家己知影啦，嘛是真侪咱的兄弟拢是身体欠安，所以咱伫遮做礼拜敬拜上帝的常时，咱也爱。的记节，咱有咱教会的肢体，即马身体欠安，需要咱共同来关心代祷。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大家先做伙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你呼召阮，你也爱阮。伫一礼拜的中间，用一日全部来献互你，所以阮自己做伙，用真实的心，甲阮的灵来敬拜你。主啊，阮常时也仰望你伫即中间来对阮讲话，所以求主你伫以下圣经信息的分享的中间。互阮会当听见你伫心中对阮讲话，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也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因为有主你的话，互阮信心哪来哪坚强，互阮认捌主你也哪来哪深。阮爱给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落去兄弟，毋知咱敢有发现着，就是即马人甲人对话、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哪来哪少啊？反倒等咱是开搁较侪的时间，伫网络的面册、推特，即马叫做 X， 也是 IG。种种的网络的通讯软体顶面，就算讲着话，也是透过拍电话，煞变真好亲像平常时无见面，互动真多。但是你敢有发现着，当人甲人见面了后，煞无亲像过去。交流遐尔密切，甚至有时阵有诶话，以前无办法一定爱当面讲诶，即马真简单，透过拍字就会使。所以听讲即马真侪大企业
年中要将员工来，叫伊明年毋免来工作啊，即马拢用 email。以前拢是人事的主任，敢是会叫即个准备讲，叫伊明年莫来遮个员工，请伊来甲人资室主任，也是倒一个主任来讲一下。主任召见，然后叫去，然后会当面甲伊讲，甚至佫会当面会实咧讲请你体谅即个公司需要调整人事，等等等等。即马无啊。即马歹听话，拢用网络，所以倒转起来，咱倒转来想，敢是即马咱伫网络顶面，拢会看到真侪。你平常时，你用你的身份，无可能讲会出来，会歹听话，但是咧，网络顶面，啥物话拢嘛敢讲。但是，咱倒转来想，就是真正咱伫一个网络真发达的时代，人甲人的互动煞愈来愈少，人甲人面对面实际的互动哪来哪少，也哪来哪少。但是咱想咱家己就好，咱想咱家己，敢真正？咱即马就无需要任何的社交生活，就像毋是咧，咱拢是望迄个人甲人密切交流，人甲人做伙快乐的迄款的感觉。到即马，咱可能发现讲，好亲像网络无办法代替的。咱讲社群软体，但是咧，咱发现着社群软体，就算讲好亲像有真侪的交流，但是迄是通过网络，咱是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荧幕，咱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看到影，但是咧袂生囝，咱较。突然中间，咱发现着，咱伫现代生活中间，咱无意中忽略着彼此，所以这是即马非常咱会当发觉到的、观察到的。这是家庭的中间，无拄拄咱家己是安尼，但是咱若去餐厅，咱就发现着，真侪人自餐。结果咧，因是面对手机啊，迄交流。留意下这，今仔日咱圣经经文迄描写的，就是遐个真正拄着耶稣，然后用行动来军队伊的人，因为即款实际的经验。甲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所以咧，因的生命得到改变，咱想咱家己，咱既然是基督徒，咱也是军队耶稣基督，正做伊的门徒，并且咱也拢知影，主耶稣守护咱圣神。伫咱的内面来做工，所以咱有信仰的感动。不过，咱敢有亲像即马网络发达的社会共款？咱人甲人伫即马现代社会，透过网络有真侪的互动。有真侪文字的交流，也是敲电话视讯，但是咧，现代人面对面的时阵，好亲像煞毋知影安怎沟通。面对面，大家做伙的时阵，有时阵你较发现讲，哎哟，关系冷啊，我煞无发觉着。咱敢有可能，咱也
共款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咱忽略着耶稣基督甲咱同在，咱忽略着耶稣基督的存在，但是咱家己却毋知影。落兄弟，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的经文，其实是线接着，就是加色的约翰，天父显现，互加色的约翰体会着，知影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犹太人久久所等待迄位拯救世间人的、拯救因的即个君王。加色约翰也知影，耶稣就是迄个先知预言中间，先知所讲上帝应允予以色列人的迄位弥赛亚。加色约翰也亲亲看到圣神临到圣囝耶稣，甲耶稣同在。所以，当加色约翰甲伊的学生行伫路上，在路上，加色约翰一看到耶稣，就认得耶稣就是上帝的羊羔，就是除去世间人罪孽的迄位。加色约翰的学生听见因的老师加色约翰安尼讲，马上就跟对耶稣去。哦，这咱会当搁发现一项代志，加色约翰真正值得咱佩服。伊的学生，伊家己的学生，伊应该也知影，当伊看到耶稣，伊安尼讲的时阵，伊的学生就会离开加色约翰，走去对耶稣。但是加色约翰，伊袂因为即款自私自利，伊就袂讲出真实的话。哦，即个哦，即款哦，即款的人格，其实值得咱来佩服啊！吼，人讲同行相亲，同行相亲。吼，所以吼，我即摆想想的吼，要认捌一个牧师吼，莫对伫其他牧师的喙中来讲，有可能吼出对种种的原因，同行相亲。吼，真正这我嘛是，搁一遍看一段经节，我想到即点。以后要熟悉一个牧师吼，可能莫对其他的牧师来探听，我爱对真正即款中立者来讲，若无拢可能无亲像加色约翰安尼，愿意讲出真实的话。看到耶稣，伊就讲：哇，耶稣就是上帝的羊羔，要除去世间人的罪孽。这是先知所传上帝的应允。所以，加色约翰学生就转变去跟对耶稣。落兄弟，跟对耶稣。即个跟对，伫福音书的中间，尤其是约翰福音书，跟对是一个非常强搁有力的动词，有真强的意义。啥物就叫做跟对？跟对耶稣，不只是你对伫伊的后壁，伫遐点点啊看，做一个旁观者，毋是哦。跟对毋是讲安尼对迄看卖尔哦。跟对耶稣，代表要正做耶稣的门徒。爱向耶稣来学习，佮爱对伫即个行动学习主耶稣，互家己会当佮较深深来认捌生命的意义。所以，跟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
军队耶稣的即个军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的一个行动，是互咱不只是看到，咱的身份也得到改变。所以军队耶稣就是正做基督徒，基督的门徒。军队也是一款学习，就是咱爱学习主耶稣所行伊的款式。学习也是爱得到改变，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军队耶稣的学生，当耶稣问因讲：“恁要找什么？”因讲因要甲耶稣做伙大，因期待甲耶稣做伙大。落去兄弟，做伙大，做伙大，即个行动，伫约翰福音1章内底出现2遍。当然，伫遮是讲，遮会初军队耶稣的门徒，因望讲会当去到耶稣所大的所在，甲伊做伙大。但是其实，伫搁较早前，约翰福音1章14节，讲到道成做肉体，住伫咱中间。即个大也是共款，这是共款的动词，共款就是希腊文中间意义就是扎营。扎营啦，扎营，扎营。毋知影咱中间，我想即马可能较困难啦。咱搁较少年的时阵，敢有露营的经验，还是敢有爱露营？耶稣师即个当做传道的时阵，20外岁，真爱带学生仔、带青年去露营。因为露营甲出去佚佗有啥物差别？出去佚佗所谓的宿营，就是去住迄个灵修营地的小木屋。以前20-30年前就流行去住小木屋。青年团体、少年团体、学生团体出去佚佗就住小木屋。但是住小木屋，迄小木屋是人起好的，你入去行李扎入去，马上就会当伫遐。但是扎营咧，露营无共款，是你爱扎营，搁爱迄个露营。当然20-30年前已经有进步啊，就是迄款拉链拉开，伊就自动成型。但是迄个动作，搁来咧，你搁爱找所在，一个适合的所在。20-30年前，搁露营的营地搁无，迄当阵政府规定无遐济。我会记以前我当彰化市开车去到迄个阿里山，然后咧路边停车场，就甲伊扎营落去，搭텐트落去，一个텐트查甫，一个텐트查某，然后团队是坐迄个伫货运车顶面迄困，因为学生仔无拄拄爱甲即个团购者做伙困啦，所以我以前拢我困货运车，然后一个텐트查甫查甫学生，一个텐트查某学生，然后大家做伙用迄个瓦斯罐，迄个卡式瓦斯炉来煮泡面，安尼过一暝。露营的快乐就是大家做伙扎营，然后咧做伙煮，然后咧洗菜啦，有诶无诶，伫遐找水倒水啦，找迄个。找便所的所在，等等，迄款的交流是上济的，这就是露营的快乐。你真正大家做伙伫遐，有真多的互动，有真多大家做伙，伫遐煮泡面，伫遐创像天气寒的时阵露营特别好耍，但是规暗冷到困袂去。
这就是录影。所以当咱知影要甲耶稣做伙大，也是约翰福音1章14节讲到上帝道成做肉体，住伫咱中间。即个大的意思就是责任。咱搁回想咱家己，咱应该拢有以前有什么学生的大陆营，以前中学的时代拢有大陆营。咱想象迄个大陆营的迄个情景，迄款的甜蜜的回忆，咱就知影即个大是真重要。即个大也是有真多的互动，真多大家的交流。留意下这，所以甲耶稣做伙大，不只是你到伫耶稣的四周围伫遐，咱是爱甲耶稣亲像做伙录影，做伙去录影共款。迄有真多就是咱日常生活中间，甲耶稣有迄个真正的互动，然后伫遐建立关系。所以你有录影的经验，你就知影，一个团体经过做伙录影了后，感情特别深。咱就回想咱初中也是高中的时阵，迄个全校大露营的迄款的感觉，你就知影耶稣在讲啥物。甲耶稣做伙大，不只是伫耶稣的四周围，是亲像甲耶稣做伙去录影共款。咱有真多的交流，真多的互动，然后伫迄个中间建立真亲的关系。你也亲身来观察到耶稣真实的面貌，你也爱伫真实的生活中间，甲伊来互动，拢袂骗一个。咱看录影的时阵，有的人困，伊就是胃爱占特别大，你就认捌即个人是安尼。有的人咧，录影的时阵，啥物伊拢抢第一，我来做，我来做，你就感觉即个人热心是真的。有的人录影的时阵，食泡面就食特别济，有的人咧，点点伫遐煮泡面，食诶食最后，你就当看见每一个人咧无共款。甲耶稣做伙同大，就亲像做伙去参加录影共款。你认捌即个人，你认捌耶稣，认捌伊真彻底，你也伫大家甲耶稣同大的中间，咱也认捌咱教会的肢体，咱做伙伫遐甲耶稣同大。所以，即款会同甲耶稣做伙大的经验，也不只是学习主耶稣的款式，搁较侪的其实就是咱有实际互动的经验。咱甲主耶稣有互动，咱彼此也有互动，这就是咱的教会生活，这就是咱所讲的信仰的生活。实际上，甲耶稣做伙大的经验，所建立的即款咱个人甲耶稣的关系，这会当改变咱的生命，会当改变咱的生命。就亲像安德的，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有读到，即个初军队耶稣的门徒安德的。伊的生命怎样伫着改变？伊的改变就是要将伊甲耶稣即款好的关系，甲耶稣做伙大的美好的经验，要甲人分享。伊有迄款分享的迫切感，所以咧，安德的。马上就带伊的兄哥西门来见耶稣。所以有时阵咱会感觉，咱讲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为虾米
热心传福音，成做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指标。有传福音的热情，有传福音的迫切感，就亲像安德的共款，食好斗相报，不止相报尔，伊阁会免费送礼，就是邀请伊的兄哥西门，紧来见耶稣啦，遮尔好啦，你来啊！不止来，可能是诱来。请来，这就是伊性命的改变。伊感觉讲遮尔好啊，我的兄哥，我嘛爱互伊做伙来享受。落兄弟，耶稣也将收束互门徒的迄份关系收束互咱，安德烈得到甲主耶稣迄款。直接的关系，其实咱也有啊，咱也有。主耶稣互咱学习，并且经验到咱生命搁较深的意义。主耶稣也互咱经验到迄个搁较完全、较丰盛的生命。哦，顶礼拜耶稣师有提起丰盛的生命是啥物？丰盛的生命是啥物？有的人一顿食几若千箍，但是食饭的时阵面臭臭，无办法得到快乐。有的人去食路边摊，所谓的铜板价美食，但是咧，哇，食足快乐。这叫做丰盛的生命。这叫做丰盛的生命，甲无丰盛的生命的差别。你50块的物件，你食啊真快乐；另外一款是你食5000块的物件，你伫遐忧闷面臭臭，快乐袂起来。即个因为50块就会当快乐的即款的人，叫做丰盛。即款的人兼采有搁较侪丰盛的生命。一个欠缺人的欠缺的生命，就是落算去食5000块一顿，伊也快乐袂起来。当然，这是耶稣师个人的体验。可能咱在座兄弟也有你个人的体验，但是耶稣师提供我最近以来的体验。更较重要的，咱甲主耶稣做伙大，耶稣基督收束互咱的，也是应允咱。伊收束咱迄个永远袂甲伊隔绝、隔离的疼。所以，弟兄兄弟，咱若知影甲主耶稣做伙大。会当甲主耶稣有迄个更较亲密、直接的关系，有遮尔多的美好，请问恁敢愿意排除一切的困难来跟对伊吗？另外一点，咱会对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也会当学习到的。就是当行洗约翰的学生决定要跟对耶稣，耶稣问因讲：“恁喺敲找啥物？恁在敲找啥物？”咱若知影恁在敲找啥物，用英文来讲，好，英语教室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啊，恁喺敲找啥物？这你若去美国，你去一间商店内底，你去一间店内底，伊的店员、伊的员工问你讲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意思是啥物？你喺找啥物？你爱啥物？你要买啥物物件？所以另外一个翻译方式，即句话你伫敲找啥物？其实意思就是恁爱啥物？
恁爱要得到啥物？恁需要的是啥物？耶稣安尼问伊军队伊的学生，就是望知影因要甲耶稣，因要对伫甲耶稣的关系中间，所期待要发生的是啥物？所真正需要的是啥物？当然，门徒的回应是讲：你住伫倒位，我要过去。实际上，约翰福音无记载讲，因真正有直接回答，因在找啥物，因需要的是啥物。但是约翰福音是用真侪的文字来记载着因生命的改变，因生命的改变。所以，当门徒拄着耶稣，当门徒经验着耶稣，因慢慢就有改变啊。因的改变是啥物？起初才会军队耶稣的门徒，因安怎称呼耶稣？因称呼耶稣是列比，列比就是犹太人对伫老师的尊称。好，亲像以前台湾人称呼老师，拢称呼啥物？先生、先生，哦，叶先生，哦，蔡先生，哦，女老师嘛叫先生，敢知？以前啊，哦，咱爸母迄辈，日本时代受日本教育迄辈，因见着老师拢讲先生、先生。先生，不管男老师、女老师，迄就是咱台湾人受到日本的影响，对伫老师的尊称，就亲像犹太人称呼因的老师叫做列比共款，迄是一个对伫老师的尊称。但是老师搁安怎？咱讲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授业解惑，这拢是头壳内底的，是解决学生头壳内底的物件，是一个知识顶面的。但是当这个门徒甲耶稣做伙大了后，因得到第一手的经验，这互其中的学生安得的体会到是啥物？体会到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迄个犹太人等待久久，迄个上帝应允要互因，迄个拯救犹太人的王，所以伊有无共款的体会，伊对伫敢若是学习，转变知影讲耶稣。会当真正拯救伊，会当解决伊生命所有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甲耶稣有第一手经验了后的转变。伊体会到本来是知识性的，但是后来咧发现到耶稣会当改变咱的，不只是知识尔，是一个灵魂体。全面的改变，门徒甲耶稣做伙大的经验所带来的转变，也表现伫因迫切要来分享甲耶稣做伙大的经验。所以咧，因迫切要带领因的亲人、朋友做伙来见耶稣，安得的。带领伊的兄哥西门彼得，后来耶稣呼召腓力带领伊的好朋友拿但业也来跟对耶稣。弟兄姊，有时阵咱会袂记即耶稣甲咱的关系所带来互咱即份生命改变的快乐。有时阵。咱对伫耶稣甲咱的关系，并无期待太侪，也是咱并无望讲甲耶稣的关系来改变咱啥物。
有个人真正无仰望伊的性命，你就改变咯。恁敢有想过即个问题？真侪基督徒其实无仰望耶稣改变伊。虽然讲吟诗的时阵改变我啦，提醒我，但是咧，伊心中藏着一个意念，我无爱改变。虽然讲吟诗拢对咧吟啦，甚至分享的时阵也讲改变我，但是实际上心内无仰望耶稣改变。伊感觉即摆活了好好，伊感觉讲改变，伊需要损失什物？亲像讲有个人有啥物，有啥物习惯，地到讲会互人绊倒，伊感觉讲，伊就会辩解真侪，讲这袂要紧啦，袂要紧啦，这是圣经讲的是安怎啦，实际上安怎，实际上心中偷偷藏着一个意念，就是我无需要改变啦，改变是别人，我毋免改变，这咱不只是讲互咱兄弟姊妹来思考即项代志，牧师嘛自我有即个反省啦，提醒家己啦，有时阵咱讲改变我、提醒我，但是你心中无仰望主耶稣改变你啥物？你感觉讲我即马好好诶，改变我损失真多。咱讲是安尼，无仰望甲耶稣诶关系，改变咱上好，啥物拢爱变。也是讲咱无仰望，讲咱无期待甲主耶稣诶关系会当改变啥物，咱无啥物仰望啊。所以你仰望主耶稣甲你诶关系要怎样改变你？也是你要安怎回答耶稣问遐个初初军队伊诶门徒迄个问题？你喺敲找啥物？但是咱知影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并无将因甲耶稣的关系，以及因甲耶稣的这份关系带来的改变、生命得到改变的经验，留伫家己做伙，留伫家己来享受。因毋是将遮的物件家己去享受，伊是将即个甲主耶稣的经验分享予家己的亲人朋友。同款的，咱诚做基督徒，咱袂当将信仰干那限制伫个人，莫误会讲信仰的目的，就只是予咱家己变啊搁较纯洁、圣洁就有够。误会讲我家己好就好，别人我莫去管，别人我莫去干涉，我家己好就好。圣经毋是安尼写，圣经内底咱罕得写着、看着即款思想，就是信仰，就是家己好就好。认捌耶稣，你认捌就好。甲耶稣美好的经验，家己享受就好。圣经内底拢毋捌有安尼写。咱的信仰毋是亲像古早修道院迄款，将修道院起伫山顶，起伫迄个真无容易入去的所在，然后伫遐修炼。咱的思考无安尼，咱的信仰思考无安尼，咱的信仰也毋是教咱安尼。去秘伫山顶，家己修炼，家己变成仙就好，毋是。咱爱知影，咱的四周围一定有人一世人无真正有机会认捌主耶稣。咱军队的耶稣，咱也知影，咱一定有经验过遐个未信者所毋捌经验过的。所以，咱兼会当亲像耶稣的门徒共款，深知影甲主耶稣同在的经验，对别人也共款可贵。
我安尼得到帮赞，安尼我也感觉，我也知影，确实即款的帮赞也会当帮赞到我身躯边的人。咱爱知影，咱活伫一个破碎的世界，即个世界现在充满病痛、悲伤、怨恨甲冲突。弟兄姊妹，咱既然已经经验到伫主耶稣甲伊同在，咱会当得到生命的更新，咱会当得到快乐，咱会当来听主，搁听人，咱追求即个世界的和平甲公义。咱既然家己有经验过，咱也爱将即个好的经验来分享互众人。所以今仔日咱看到当文图要介绍耶稣的时阵，介绍耶稣互家己身躯边的人的时阵，咱敢有看到一个关键词？来看，来看。这也是耶稣师对去年讲到今年会一直讲落去的。来看即两字，你讲啥物？宣教事工讲遐真大篇啦，吼，迄理论讲啊一大篇啦。其实即两字来看，来看，这就是教会要宣告最重要的两字。来看，咱爱思考，咱怎样营造咱即个空间，咱陪伴咱家己，咱西湖教会会当成做一个咱任何一个兄弟姊妹，咱行出教会外口，咱拢真有信心，会当甲众人讲来看。吼，这我记耶稣书这真早，旧年初就一直咧讲即个概念，来看即两字。吼，这也是教会事工对耶稣书个人的体验，这是真基础的所在。来看，来看啥物？来看到，因为主耶稣基督，咱兄弟姊妹彼此相关怀、相照顾。来看啥物？因为咱有经验到主耶稣的慈悲疼痛，所以咱每一个主日的早起，大家组织做伙，伫遮同心敬拜上帝。来看，来看啥物？来看咱本来拢是软正的人，咱本来拢是真侪的无完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咱虽然讲共款无完全，共款是软正的人，但是咧，咱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疼，互咱日日得到更新的快乐，互咱所做所行，每一日拢是新的一日，咱拢有信心甲勇气面对咱每一日的生活。这就是咱会当互人来看的。所以兄弟，主耶稣呼召咱做伙来参与伊的国度，并且伫即个世界，伫即所在来陪伴伊，搁一遍临到世间。主耶稣绝对毋是爱咱过一天算一天的活，伊爱咱真正跟对伊，伊爱咱甲伊做伙同大，并且咱的性命得到转变，就是伫人的欠缺的中间，咱会当亲身经验到上帝的丰盛。所以愿咱做伙陪伴咱家己，咱来营造咱即个西湖教会，即个用上帝的名来起造的教会，咱大家做伙来学习，咱做伙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愿咱拢有勇气，拢有信心，
拢有迄个疼心，会当伫外面对别人讲：来看来看，西湖教会伫港前捷运站1号出口旁边。来看来看，阮主日礼拜是9点。来看拜五暗7点半是早间祈祷会。来看教会什么时阵有特别的活动，愿你来看。咱就用“来看”这2字来成做西湖教会事工的一个真重要的核心。来看，来看主耶稣基督。来看军队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怎样来生活。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你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甲主你来做伙大，就是有主你的圣神活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经验着主你的慈悲疼痛，甲迄款丰盛的气力。主啊，求主你帮助阮，互阮透过读主你的话，佮将主你的话刻伫心中，照主你的话来行，互阮每一日有丰丰富富的感动，每一日拢得到更新的气力。互阮面对着即个破碎的世界，阮所感受到的，就是迄款分享你的疼的迫切感。互阮透过来看即2字，会当互众人来看见着阮伫西湖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扶持照顾，彼此相疼。看到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佮看到主你的疼是遮尔啊大。主啊，阮的教会虽然讲伫别人来看是一间规模真有限的教会，虽然讲阮的人数也低到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拢需要大家投入。有时阵阮会感觉辛苦，有时阵阮面对着一寡困难的时阵，阮难免会失志。但是主啊，阮知你伫阮的中间。所以求主你圣神提醒阮，你无时不刻甲阮做伙同大，互阮会当有搁较侪的信心，搁较侪的气力，来为着主你的国来投入来拍拼。主啊，阮的欠缺也求主你，互阮转变对主你来得到丰盛，也互阮的信心会当哪来加添。互阮也会当，因为有主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彼此相疼相扶持。主啊，恳求主你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互阮会当有主你的同在来得到快乐。阮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第541首，将听传出去，看到街头甲乡里，将听传出去，无论透风也落雨，听着分享，毋通求助，快快乐乐传出去，听着分享，毋通放弃，就把机会传出去，请咱记录台湾圣诗第571首。Thank you.
节执事甲李长执事来书面。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直播。报告事项第一，后主日就是1月14日，要伫主日礼拜要举行永吉的就任。第二，7时中会妇女事工，伫1月初9礼拜2下晡的1点半到3点半，伫东湖教会有举行第一次的聚会有邀请蒙甲的教会戴宗义长老要讲音乐的人生，请教会兄弟踊跃参加。第三，1月2日主日了后，咱要举行教会大清扫，请兄弟预留时间。第四，2月初4主日了后要举行会员读会，请本会陪参会员预留时间。第五就是有探访需要，是愿意要开放伫厝内要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请向牧师也是长执来联络。第六，鼓励教会兄弟来参加每礼拜到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咱即礼拜要查考的是约瑟甲伊的兄弟小林。创世纪第45章第1节到15节。第七，后礼拜就是1月14主日礼拜的题目是道成了肉体，英文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8节，信息是65首156首甲388首，起引文是19，根据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咱来看圣光事奉的部分，即礼拜的招待是友来兄甲谢崇杰，忏悔是梁长老，清扫是燕婷姐。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司会是明义长老，司琴是义姐执事，领唱是梁长老，诗线是民兵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文雄兄甲贤忠兄，忏悔是我本人，清扫是明义长老。咱来看下面的出席甲奉献的部分，若有毋对的，请向我来更正。咱来看本周的根据是诗篇第42篇第1节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请。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上帝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诗篇42篇。请互相来请安。
上人的信息第422首，恳求主，你应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搁保护。假使我言行嫌亏死正，互我家己遵守你诫命，互我配合暗中做中断。青翠云带是个啦，我是我人生必切的目标。今日来念。咱着爱伫咱的生活中间，时时刻刻体会着，就是主耶稣是甲咱做伙同大的。咱就爱透过甲伊有即款直接的互动，伫中间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款式，搁爱对伫伊所授予咱的圣神来得到听的快乐，搁爱甲咱身躯边的人来分享有主耶稣甲咱同大的即款的美好，互咱亲像耶稣的门徒，迫切来传福音，招正百姓，会当做伙来成做主耶稣的门徒。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主必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